哎，我每個月寬頻要俾成300幾蚊，好貴啊！吓，300幾？你用幾多 M 加？1000 M 啊，簽咗2年約。哇，你蝕大咗喎！我用 Broadband HK 1000 M 得228蚊咋？吓？點可能咁平？一定有隱藏收費啦。冇㗎，免安裝費，仲送 WiFi 6E router，冇任何隱藏收費。咁100 M 同500 M 呢？100 M 月費98蚊，一個人用啱啱好。500 M 月費158蚊，一家人用都夠。我而家嗰間裝機收咗我500蚊，router 又要租，加埋仲貴。係咯，好多人都轉咗嚟 Broadband HK， 一年計落慳超過1000蚊㗎。咁我點樣轉啊？好簡單，去 broadbandhk.com 用免費格價工具，或者直接 WhatsApp 我哋。哇，早知就唔簽嗰間啦。而家轉都唔遲，broadbandhk.com 幫你慳錢上網。